全新嘅買一層送一層呢一間有住豪宅嘅 feel， 但係咧又係平民嘅價錢啦。呢一間嘅話，如果話你係想買別墅嘅話咧，呢一間屋咧就有別墅嘅 feel 啦，就唔係別墅嘅價錢。電梯30樓呢一個南向嘅，而且嚟講咧呢一間屋咧裏裏外外咧都係全新裝修嘅，佢不單止實用面積大，而且嚟講佢呢個廚房都係非常之大嘅。睇下廚房望出去仲係望正呢一個山景嘅。我哋可以睇到樓上呢度咧就有2間房嘅。我哋依家咧入嚟睇下休息區嘅空間先，8米嘅大客廳，而且你可以睇下所有嘅裏裏外外都係全新嘅3房2廳2衛嘅1樓，我哋直接就可以拎包入住啦。每一間房咧望出去嘅景觀視野都係可以望到山景嘅。呢啲咁樣嘅房咧係邊個睇到都會比較中意嘅。睇完咗1樓，我哋上去睇下2樓嘅間隔。呢度就係2樓啦，可以睇到2樓呢邊嘅空間感咧都係比較大嘅，而且嚟講整個2樓嘅話，呢邊咧係屬於休閒放鬆區嘅。2樓呢邊咧仲有1間房嘅，所以嘅話咧，依家我哋呢一個2樓咧，全部整層都係贈送嘅空間嚟嘅，130方住出咗160方嘅間隔。呢種複式單位咧，2年都冇一間放出嚟賣嘅。本來呢個戶型就係比較稀缺嘅，如果話你都喺度揾緊呢一種稀缺嘅複式單位，又中意空間比較大，又中意大廳舒服嘅話，你不妨嚟睇呢間屋啦。呢一間屋120幾萬就可以搞掂啦。更多詳細嘅信息，或者你又想傾價錢，又想了解更多嘅話咧，隨時嚟聯繫我哋睇房。